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敬你们。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呢？啊，有点文件还没整理完。哎，对了，魏总，今天林总来找过您一趟，然后他看您不在，他说先去府里总的约了，等您回来再去找他。哎呦，这事儿我给忘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林总在，会搞定的。把今天的计划书给我看。就在这儿呢，给您。好，林总，够意思。好有量。我向你保证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你们俩好之前，他早就跟那个女孩断了，这个我可以担保的。哎，后来又遇到，只是偶然，不可能是林一轩有意安排的。林以轩最近怎么样？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，责任心重的要命，现在终于肯放下身段，各种酒桌。各种 KTV 陪各种大老板，现在公司有困难，我们不能放着不管吧？